謝賢走咗，但係老爺子走之前，做咗一件令整個香港娛樂圈震動嘅事。佢留低咗一段錄音，一段關於張柏芝三胎生父嘅錄音，一段瞞住謝霆鋒足足8年嘅錄音。冇錯，8年，由2018年到而家，足足8年。謝霆鋒一直都蒙在鼓裏，而呢個秘密唔係張柏芝自己講出來，係謝賢生前一位老朋友喺老爺子離世第3日，將呢段錄音交俾某間傳媒。呢位朋友當時講：四哥生前交代過，等佢走咗，呢樣嘢先可以見光。四哥就係謝賢，呢段錄音係佢親自錄低、親自封存、親自決定公開時間。你話究竟係一個幾大嘅秘密，先值得一個80幾歲嘅老人家用咁樣嘅方式留低遺言？好，我哋唔好急，由頭開始講。呢段錄音唔長，據講得3分鐘多啲，但裏面每一句說話都好似一把刀咁插入謝家呢段複雜嘅關係裏面。錄音裏面，謝賢把聲非常平靜，甚至帶住一點疲憊。佢講咗幾個重點：第一，張柏芝三胎個生父唔係普通圈外人；第二，呢個人身份謝霆鋒完全唔知道；第三，謝賢自己一早已經知道，但係一直冇講；第四，佢點解而家先留低呢段錄音？因為佢話：我驚我再唔講，就真係要帶入棺材。就係呢幾句，已經令成件事信息量爆炸。但係你估下，最震撼嘅係咩？係謝賢喺錄音裏面講出咗一個名字，一個大家都認識嘅名字，只不過從來冇人諗過會係嗰個人。真係，我聽完之後，成個人呆咗幾秒，腦裏面只有一個念頭：老爺子，你真係藏得夠深。咁呢個名字究竟係邊個？我哋之後慢慢查。而家先講返呢段錄音本身。你諗下，謝賢係咩人？縱橫香港娛樂圈50-60年，經歷過謝霆鋒頂包案，經歷過張柏芝艷照門，經歷過風飛複合，經歷過風之離婚，咩大風大浪，佢未見過？佢係一個會隨便留下說話嘅人嗎？唔係，正因為佢留下呢段錄音，先證明呢件事嘅嚴重程度已經超出所有人想象。而且你留意一個細節，謝賢選擇公開嘅時間係自己離開之後，佢唔係當面同謝霆鋒講，唔係寫入遺囑，更加唔係直接向傳媒公開，而係用一段錄音，等自己唔在人世之後，先由別人放出來。呢代表咩？代表佢驚，佢喺生前唔敢講。一個做爸爸嘅，究竟怕咩？怕個仔接受唔到，怕呢個真相一爆出來，謝家真係散，怕謝霆鋒知道之後，連最後幾年父子感情都維持唔到。所以呢段錄音唔係爆料，而係一份遺言。個問題嚟啦，謝霆鋒到底知唔知道呢段錄音存在？根據目前流出嘅消息，謝霆鋒喺謝賢離世之前，從來冇聽過呢段錄音。錄音係謝賢自己錄、自己封存、自己交託俾嗰位老朋友，即係話謝霆鋒好可能係爸爸走咗之後，先透過傳媒或者嗰位朋友知道有呢段錄音。你幻想一下嗰個畫面，爸爸走咗，你仲處理緊後事，突然有人同你講，你爸爸生前留低咗一段錄音，內容係關於你前妻嗰個一直冇人知道爸爸係邊個嘅孩子，你會有咩感覺？更加重要嘅係，謝霆鋒呢8年內被傳媒問過無數次，三胎係咪你個仔？佢每一次答案都一樣，唔係，我只係 Lucas 同 Quintus 兩個孩子嘅爸爸。佢講咗8年，信咗8年，但而家爸爸留低嘅錄音，佢話俾佢聽真相，可能根本唔係佢以為嗰回事。你唔係俾全世界呃，而係俾最親近嘅人瞞咗8年。好，講返錄音裏面嗰個名字，謝賢講出嗰個人到底係邊個？我直接講，唔係娛樂圈人士，唔係富商，唔係謝家親戚，而係一個同謝賢有幾十年交情，喺商界有一定地位，但一直冇混娛樂圈嘅人。據講，呢個人喺張柏芝離婚之後，曾經用長輩身份多次接觸張柏芝同2個孩子。當年所有人都以為佢只係謝賢託付照顧佢哋，冇人諗過其他方向。但而家回頭睇，當年所謂嘅照顧，可能唔單止係幫謝賢照顧，而係佢自己嘅選擇。更加震撼嘅係，錄音裏面仲提到張柏芝本人由頭到尾都知道呢件事，而且佢主動選擇沉默，即係話過去8年裏面，張柏芝每一次面對傳媒追問孩子爸爸係邊個，佢講
圈外人唔方便透露。背後其實係同謝賢一齊守住呢個秘密。8年2900幾日，張柏芝母子3人，加埋一個老爺子，共同守住一個秘密，將謝霆鋒擋喺真相之外。咁謝霆鋒知道之後，又會點面對張柏芝？點面對嗰個孩子？又點面對已經離開嘅爸爸？呢件事已經唔再只係娛樂新聞，而係一場關於親情、秘密同選擇嘅倫理劇。但係故事仲未完。好，我哋而家將時間拉返去2018年，睇下呢場風波究竟係點樣開始。2018年11月，張柏芝突然消失咗，當然唔係真係失蹤，而係徹底淡出公眾視線，差唔多半個月時間，完全冇公開活動。當時所有人都以為佢可能去旅行，或者準備緊新工作。點知11月8號嗰日，香港傳媒突然爆出一條消息，張柏芝喺香港養和醫院秘密誕下一名男嬰。注意一個重點，秘密，冇預告，冇記者收到消息，冇傳媒提前守候，更加冇任何圈中人知道。佢就咁靜靜咁將第3個孩子生咗出來。你話呢件事如果發生喺普通人身上，已經夠令人驚訝。但問題係，佢係張柏芝，一個香港娛樂圈最受關注嘅女明星之一。當時媒體反應點？全香港狗仔隊即時瘋狂，有人翻揸醫院附近監控，有人不斷追問消息來源，有人打爆所有可以聯繫嘅電話，但最後咩都查唔到。張柏芝嘅保密工作做到好似特工行動一樣。不過再嚴密嘅秘密，始終都會留下漏洞，而最大嘅漏洞就係出生證明。按照香港規定，新生兒出生之後，父母資料需要登記，但當傳媒取得張柏芝3胎出生證明資料之後，所有人都愣住，因為父親一欄係空白，一個字都冇。孩子嘅母姓叫張李成，你諗下，一個單親媽媽生咗一個父親身份未知嘅孩子，放喺普通家庭都會引起大量討論，更加唔好講呢個女人係張柏芝，佢嘅前夫係謝霆鋒，而佢過去感情經歷幾乎香港人全部都知道。消息一出，網絡即刻炸開，所有人開始瘋狂猜測。第一個被提起嘅當然係謝霆鋒，因為大家第一反應就係會唔會係謝霆鋒？但張柏芝方面好快否認。之後又有人猜會唔會係新男友，但當時張柏芝根本冇公開戀情。亦有人猜係眷愛富商，但始終冇人見過真人。嗰陣網上出現各種版本，有人講得似模似樣，有人甚至寫到好似電視劇劇情。但最奇怪嘅地方係，所有猜測冇一個猜中，因為真正嗰個人根本唔喺任何人估計嘅名單裏面。再講返謝霆鋒，孩子出生之後唔夠2個月，2018年12月底，謝霆鋒終於公開回應一次。佢當時講：我只係 Lucas 同 Quintus 2個孩子嘅爸爸，其他嘢我唔回應。一句話其實已經講得非常清楚，但傳媒唔會因為一句回應就停止。之後1年時間，記者不斷追問，每次面對同一個問題：3胎係咪你嘅？謝霆鋒答案一直冇變，唔係，我已經講過。到後來2019年，記者再問，謝霆鋒甚至連解釋都懶得講，只係擺擺手，直接離開。你站喺謝霆鋒角度睇，你明明冇做錯任何事。你同前妻已經離婚多年，你亦已經重新開始自己生活，但全世界不停問你，嗰個孩子係咪你嘅？你會唔會覺得煩？一定會。但更加複雜嘅地方係，外面嘅人問，其實都算正常。最難受嘅，可能係屋企有人知道答案，但冇人告訴你。謝霆鋒呢8年裏面，有冇懷疑過？其實有。2021年一次訪問裏面，主持人講到家庭話題，謝霆鋒無意中講過一句，其實有啲事情我都係後來先知道。當時大家以為佢講緊同王菲復合之後嘅事情，但而家再回頭睇，有人覺得佢講嘅可能係另一件事。當然，真正答案只有謝霆鋒自己知道。而更令人唏噓嘅係2023年一次偶遇，當時有人影到謝霆鋒喺商場遇到張柏芝，身邊帶住3個孩子。謝霆鋒蹲低同 Marcus 講咗幾句說話，仲摸咗摸佢個頭。畫面曝光之後，全網都話父子情深，但背後其實更加複雜，因為嗰次見面時間非常短，前後唔夠3分鐘。Marcus 仲戴住口罩，
謝霆鋒根本冇機會真正睇清楚個孩子。更加重要嘅係呢8年來，Marcus 嘅外貌一直被外界討論，因為佢同謝霆鋒並唔相似。亦正因為呢一點，謝霆鋒一直相信佢唔似我亦已經知道唔係我，所以呢件事應該已經過去。但佢唔知道真正嘅答案一直有人收藏，直到父親謝賢留下嘅那段錄音，可能另一次重新改變。而錄音裏面，謝賢仲交代咗一個更加關鍵嘅時間線。佢話自己最早知道呢件事係張柏芝懷孕4個月嗰陣，而當時第一個知道真相嘅人唔係謝霆鋒，而係謝賢。故事就由呢一刻開始進入另一層真相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再返去最關鍵嘅問題：謝賢點解要留低呢段錄音？點解佢明明沉默咗8年，最後臨走之前又要將呢個秘密交返出去？其實答案可能比大家想象中更加複雜，因為謝賢唔係唔知道後果，佢知道，佢非常清楚，一旦呢段錄音曝光，最受衝擊嘅人一定唔係外界，而係謝霆鋒。因為呢8年來，謝霆鋒一直以為自己已經知道答案，佢一直相信張柏芝第3個孩子同自己沒有關係。佢一次又一次面對媒體追問，一次又一次回應：我只係 Lucas 同 Quintus 2個仔嘅爸爸。一句話講咗8年，但如果謝賢錄音裏面講嘅係真，咁代表咩？代表謝霆鋒呢8年面對嘅唔止係媒體壓力，而係身邊最親近嘅人共同守住一個秘密。但更加令人唏噓嘅係，謝賢其實唔係一開始就想隱瞞。據傳，當年張柏芝懷孕之後，第一個知道呢件事嘅謝家人並唔係謝霆鋒，而係謝賢。因為張柏芝知道呢件事太複雜，他知道如果直接同謝霆鋒講，可能會引發更大風波，所以佢選擇先去揾謝賢。一個潛意識，一個已經離婚嘅女人，帶住一個未出生嘅孩子去面對前夫嘅父親，呢一步其實需要好大勇氣。據說當時謝賢聽完之後沉默咗好耐，佢冇大發脾氣，冇責怪張柏芝，亦冇立即質問任何人，佢只係問咗一句：霆鋒知唔知道？而張柏芝嘅答案令現場更加沉默，因為謝霆鋒並唔知道。從嗰一刻開始，謝賢做咗一個決定，一個影響咗謝家8年嘅決定，就係暫時唔講。唔係因為佢想保護某個人，而係佢覺得當時嘅謝霆鋒承受唔起呢個真相。因為2018年，謝霆鋒同王菲重新走返埋一齊，多年感情兜兜轉轉，終於再次穩定下來。謝賢知道自己個仔經歷過太多風浪，頂包案、官司、驗證門、婚姻失敗，每一次風波都令謝霆鋒承受巨大壓力，所以佢選擇等一個更加適合嘅時間。但問題係，時間一等就等咗8年，2018年、2019年、2020年，直到2026年，呢個秘密由1個月變成1年，由1年變成8年。而最諷刺嘅地方係，謝霆鋒其實一直都冇完全放低呢件事。雖然佢口頭上講唔係我嘅，但外界一直有人懷疑，甚至有人問過：如果有一日真相曝光，你會點？謝霆鋒冇正面回答，因為對於佢嚟講，呢個問題根本唔應該存在。佢以為自己已經知道答案，直到後來有人翻出一段嘅訪問，當時主持人問謝霆鋒：家庭裏面有冇啲事情係後來先知道？謝霆鋒停頓咗一下，然後講：其實有好多事情我都係後來先知道。當年大家覺得佢講緊感情，講緊王菲，但如果放返今日睇，又好似有另一層意思。更加微妙嘅係，2023年謝霆鋒曾經被拍到同張柏芝帶住3個孩子偶遇，當時鏡頭入面，謝霆鋒蹲低同 Marcus 講嘢，仲摸咗摸佢個頭。畫面曝光之後，好多網友話：畢竟血濃於水。但其實外界唔知道嘅係，謝霆鋒當時可能只係以一個熟悉長輩身份相處，因為8年來佢一直認為呢個孩子唔屬於自己，而 Marcus 嘅身世亦一直成為最大謎團。因為出生證明上父親一欄空白，孩子嘅母姓，媒體查不到任何公開資料，張柏芝亦從來冇公開講過父親身份，每一次被問都只係一句唔方便透露。但如果謝賢錄音裏面講嘅內容屬實，咁代表過去8年所有人追查嘅方向，其實一開始就錯晒。大家一直尋找一個娛樂圈人物，
一個富商，一個明星。但真正嘅答案可能從來都唔喺娛樂圈裏面。而最令人震驚嘅唔係呢個秘密本身，而係謝賢知道，張柏芝知道，但謝霆鋒可能係最後一個知道嘅人。8年2900多個日夜，一個父親，一個前兒媳，一個孩子，共同守住一個秘密。而呢個秘密最終由謝賢自己用一段錄音揭開。但問題嚟啦，如果謝賢真係知道一切，點解唔直接告訴謝霆鋒？點解要等到自己離開之後先讓真相出現？更加關鍵嘅係錄音裏面提到嘅究竟係邊個名字？這個人到底同謝家有咩關係？講到呢度，大家最關心嘅問題一定係謝賢錄音裏面究竟講咗邊個名字？呢個名字點解可以令一個縱橫香港娛樂圈幾十年嘅老人選擇沉默8年，甚至到生命最後階段都唔敢親口講出來？其實如果回頭睇，謝賢一生經歷過太多風浪，佢見過娛樂圈最複雜嘅人情世故，見過謝霆鋒成長，見過張柏芝經歷艷照門，見過瘋子結婚，亦見證兩個人最後分開。對於謝賢嚟講，娛樂圈裏面嘅風風雨雨已經唔足以令佢震驚，但點解一件關於第三胎生父嘅事可以令佢選擇保守8年？因為呢件事牽涉嘅唔只係一個孩子嘅身份，而係幾個家庭之間嘅關係。據傳，謝賢錄音裏面透露，其實佢早已經知道孩子父親身份，甚至喺張柏芝懷孕期間，佢已經知道真相。但當時佢冇選擇公開，亦冇選擇告訴謝霆鋒，原因只有一個，唔想毀咗個仔嘅生活。謝賢知道謝霆鋒係一個好重感情嘅人，表面上謝霆鋒永遠冷靜，唔喜歡解釋，唔喜歡回應外界，但其實佢內心非常重視家人，尤其係父親。所以謝賢最擔心嘅唔係媒體知道，亦唔係外界討論，而係謝霆鋒知道之後會受到巨大打擊。因為呢個真相唔單止改變一個孩子嘅身份，更加會改變謝霆鋒過去8年嘅認知。試想一下，一個人用8年時間接受一個事實，然後有一日有人告訴你，其實你一直相信嘅東西唔完全係真。更加關鍵嘅係，告訴你呢件事嘅人係你最親近嘅家人。呢種衝擊唔係普通人可以承受，而謝賢選擇嘅方式亦非常特別。佢冇寫入遺囑，冇公開接受訪問，冇臨終前召集家人說明，佢只係錄低一段聲音，然後交俾一個自己信任嘅朋友。有人問，點解唔直接告訴謝霆鋒？其實答案可能只有謝賢自己知道，因為面對面講，佢要面對兒子嘅眼神，要面對兒子嘅問題，要面對一句，爸，點解你瞞我8年？一個父親最害怕嘅可能唔係被責怪，而係見到自己最愛嘅人失望。所以謝賢選擇咗一種逃避，亦可能係一種保護，等自己離開之後，讓真相慢慢出現。但更加複雜嘅地方係，張柏芝喺呢件事裏面到底扮演咗一個咩角色？有人覺得佢隱瞞謝霆鋒8年，剝奪咗謝霆鋒知道真相嘅權利，但亦有人覺得佢一個人帶住3個孩子，承受外界壓力，其實亦非常不容易。如果回到2018年，張柏芝生第3胎之後，面對全香港媒體追問，所有人都想知道孩子爸爸係邊個，但佢一次又一次選擇沉默，唔回應，唔解釋，唔公開。有人話佢係保護自己，有人話佢係保護孩子，但無論原因係咩，有一點可以確定，呢8年裏面，Marcus 一直生活喺一個巨大謎團之中，而謝賢就成為呢個秘密裏面最重要嘅守護者。佢冇公開承認，冇寫入任何公開資料，但據傳私底下對呢個孩子一直有照顧。呢亦解釋咗一個曾經令人疑惑嘅問題：點解謝賢離世之後，遺產安排裏面沒有特別提到 Marcus？ 有人認為係咪代表謝賢唔承認？但另一種理解係，如果公開留下任何安排，反而會暴露更多秘密。有時候沉默唔代表沒有感情，唔公開亦唔代表唔重視。對於謝賢嚟講，可能佢一直用自己嘅方式保護住呢個孩子，但問題係保護一個秘密8年，最終真相曝光之後，所有人都要面對後果。謝霆鋒要面對，張柏芝要面對，Marcus 更加要面對。因為一個成年人可以選擇沉默，但一個孩子長大之後一定會問：我到底係邊個？我爸爸係邊個？點解所有人都知道，但我最後一個知道？而呢個問題可能先係謝賢臨走之前
最放唔低嘅地方。所以呢段錄音真正留下嘅，可能唔係一個八卦答案，而係一個父親用最後嘅時間對自己兒子講：有一件事，爸爸一直冇告訴你，但到這裏更加關鍵嘅問題出現。如果錄音真係存在，又係點樣流出來？裏面嘅聲音到底係咪謝賢本人？又有冇可能有人利用 AI 偽造？